全香港娛樂圈點上了整整6年，至今沒有一個人能解開嘅全網第一點案。難道張柏芝3胎生父嘅真相真係被呢張面相俾佢泄露出嚟？你話奇唔奇？呢個小朋友一出世就係含住金鎖匙匙，但係呢條金鎖匙究竟屬於邊個家族？點解一個單親媽媽可以喺完全冇風聲、冇拍拖、冇男友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就生咗個仔，仲要跟埋自己姓張，叫張禮成？網上啲人叫佢做 Marcus 王子。呢單嘢真係立動到嚇死隔離，直頭係2018年尾娛樂圈最得人驚嘅一個震撼彈，炸到謝霆崇王菲，甚至成個謝家嘅命盤都喺度震過貓王。我哋先講翻轉頭，嗰陣時嘅張柏芝係一個已經同謝霆鋒離婚6年嘅女人，自己攬住 Luca 同 Quintus 2個仔。大家印象入面嘅佢就係一個堅強但又帶住幾分孤獨嘅靚女。嗰陣佢同王菲嘅關係，傳媒日日煲到話恰恰。謝霆鋒同王菲復合之後，柏芝一直都好低調，淨係間唔中 post 下同2個仔去沙灘嘅相。但係就喺2018年11月尾，突然間爆出佢喺養和醫院生咗第3胎，成個香港嘅狗仔隊當晚係着晒鞋瞓覺噶，冇人收到料，冇人見到佢個肚大過。呢個小朋友就好似神仙送子咁，叮一聲就嚟到人間。呢個時候，大師我就同你講，全世界嘅人即刻攞起個放大鏡睇住呢個混血小王子嘅樣。嗰陣時 Marcus 第一次曝光，雖然話遮住咗對眼，但係睇到佢嗰頭金黃色嘅頭髮同埋個鼻浪高度呢，直頭好似啲外國 BB 咁。一壓，那間全網嘅矛頭即刻指向一個傳說中嘅外國工程師廖。大家話哇，金毛嚟嘅，鼻傳咁直，一定係鬼佬爸爸啦。但係大師我喺度同你講，如果你真係咁樣斷定，你啲風水命理就真係要翻去同師傅重修過啦。大家記住一個玄學最核心嘅重點，面相唔係單睇一樣，遺傳更加唔係淨係睇頭髮顏色。你哋望真啲張柏芝本人個底齡，佢阿媽係邊個？張柏芝嘅下口要 David Shelley 本身就係中英混血兒嚟噶。柏芝自己身上流住嘅就係有1/4嘅英國血統。你諗下，一個本身有1/4洋人血統嘅媽咪，佢嘅基因入面有幾多隱藏嘅黃毛因子？呢啲隔代遺傳嘅嘢，分分鐘勁過你買6合彩。用我哋基因面相學嘅角度睇，一個 BB 出世嗰陣，頭髮偏金，鼻浪高直，好多時係反映佢金水嘅氣場特別旺。張柏芝嘅八字係咩？1986年庚申年出世，庚申本身就係強金命，金生水，水主智慧同美貌。一個強金命嘅女人生一個頭髮帶金氣嘅細路，呢個係同氣連枝嘅現象嚟噶。你話因為個仔金毛就一定係鬼佬爸爸，咁樣未免太睇小我哋中國人嘅基因庫啦。我大膽講句，如果單憑金毛就話係工程師 Leo， 咁全香港啲染金毛嘅後生仔，佢哋腦係咪全部要係碧咸？好啦，講完工程師，輪到第2個傳聞，話係新加坡或者內地嘅富商過客。呢個講法就更加有趣，事關涉及到張柏芝本身嗰副現代獨立女性嘅命格。你睇翻佢嘅命盤，食傷星重到一個點啊！食傷代表咩？代表才華，代表美貌，但係最重要嘅係代表仔女緣同自我意識。張柏芝係一個極度愛細路嘅人，佢細個嗰陣嘅志願就係做媽咪，呢樣嘢係寫咗喺佢個夫妻宮入面嘅暗格。佢嘅命格就好似一個聚寶盤，但呢個聚寶盤唔係用嚟聚老公，而係用嚟聚仔女。用我哋玄學術語講，佢嘅財富係靠自己嘅食傷去生財，即係話佢要透過照顧細路，透過自己嘅母愛去建立自己嘅財富王國。所以話嗰位所謂嘅富商過客，對於張柏芝嚟講，可能只係一個借種嘅過路財神。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即係話以柏芝今日嘅地位同財力，佢根本唔需要靠一個男人去養起頭家，佢係只要仔女唔要老公嘅表表姐。呢啲就係新時代女性嘅命理覺醒。嗰啲傳聞話係富商，但如果你識得睇相，你望下 Marcus 細個嗰陣嘅耳珠圓潤到好似釋迦牟尼佛咁，呢種耳相代表咩？代表佢老後唔係一個要成日鋪頭露面嘅生意人，而係一個中意低調、中意享受人生，而且性格極之溫柔嘅人。講到最爆、最牽動全香港網民心弦嘅第3個傳聞，就係話其實個老後係謝霆鋒，佢哋秘密復合咗。呢個傳聞一出，真係令到王菲嘅粉絲嗌晒救命，謝霆鋒嘅面口即時黑過鑊底。但係各位觀眾，你哋只要企定定。
拎個放大鏡睇真嗰啲 Marcus 而家漸漸長大嘅面相，你就會發現呢個細路真係唔似謝霆雪。謝霆崇嘅面相係點㗎？佢係金型大火，鼻樣直得嚟好似把刀咁削，鼻頭尖尖，人骨有勢，成個氣場就好似一把出鞘嘅寶劍，性格剛烈，愛恨分明。但係你睇下 Marcus 近期流出嘅側面相，佢個鼻囊雖然高，但係高得有啲潤，即係鼻翼兩邊有肉包住。鼻頭圓圓地，呢種鼻相喺相學入面叫顏膽鼻嘅變種主咩？主嗰個人心地善良，性格和順，大富大貴，而且老侯絕對係一個性格溫和、脾氣好到不得了嘅人。謝霆雲佢由細到大都係一個火氣好重嘅人。佢生嘅仔 Lucas 同 Quintus， 你睇下佢哋個鼻囊係咪值得嚟帶點孤峰獨騷？即係話謝家嘅鼻相係傾向硬同直，但 Marcus 呢個鼻係值得嚟帶圓。呢種圓潤之氣係指向一個年紀比較成熟、見過世面，唔會同你鬥氣，只會同你講道理嘅圈外貴人。再講到眼神，雖然 Marcus 成日俾阿媽用 emoji 遮住對眼，但係佢露出嚟嗰種神采係一種水旺嘅感覺，好柔好定。呢種眼神嘅細路，通常老頭係一個好有內涵、中意讀書或者藝術嘅人。謝霆雲雖然都玩吉他，但佢嘅眼神係電光石火，係用嚟參女仔噶，所以由面相學嘅深度去推斷，呢位生父唔會係一個同柏芝有激烈感情久啲嘅人，而係一個可以俾到佢極大安全感同空間感嘅人。呢個人就係傳說中隱藏喺水底嘅龍，唔會咁易現真身。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大師，咁如果三個都唔係，咁邊個先係？呢個就係電案最引人入勝嘅地方。Marcus 呢個細路，佢唔止係張柏芝嘅仔，佢仲係一個福星，你知唔知啊？呢個細路一出世，張柏芝嘅運程即刻好似坐直升機咁。佢嘅工作量雖然少咗，但係恩家暴漲，仲要頻頻接內地嘅天價廣告。呢個就係我哋玄學講嘅子星照命，個仔帶旺晒成個武功。而家最峰回路轉嘅情節嚟啦，就係關於四哥謝賢，全香港都知。謝賢呢位老爺，佢嘅遺產傳聞話係數以億計噶。最新嘅消息同傳聞講到，謝賢竟然願意將一份咁大嘅豬肉分俾呢個外界傳聞同謝家冇血緣關係嘅小孫子 Marcus。呢單嘢仲唔爆過核彈？點解一個咁精明嘅四哥會願意咁做？究竟係因為佢睇穿咗啲咩真相，定係佢私下見過 Marcus 個樣，發現咗一啲連謝霆鋒都唔知道嘅秘密？又或者呢個根本係一場世紀大龍鳳，用嚟保護某個豪門家族嘅血脈？呢一切嘅真相都隱藏喺張柏芝雪藏咗6年嘅手機相簿，同埋 Marcus 開始長大嘅五官輪廓入面。你哋而家係咪好想衝入去張柏芝屋企，冚開個仔個口罩睇真啲？係咪好想知四哥謝賢點解肯將億億聲嘅遺產拱手送俾呢個名義上冇血緣嘅金毛孫仔？同埋最關鍵嘅，謝霆元見到老侯咁做，佢台底嘅真正態度係咩？佢係咪真係好似出面傳咁冷淡？定係佢其實每個月都有俾巨額嘅成長基金？呢啲豪門恩怨嘅終極密碼，唔係靠狗仔隊影2張相就拆得掂，係要靠我哋嘅玄學眼去睇穿個天機。我知道你哋個心而家囉囉啦，好想快啲知道答案，唔使急。最驚天動地嘅結尾陸續有來，但係喺我揭開下一層更大嘅內幕之前，如果你唔想錯過呢個全網最強嘅玄學拆解，如果你想知道呢個豪門遺產之列作最終會點樣改寫張柏芝同謝霆鋒嘅命運，你而家立刻馬上用你隻手指篤落去銀幕下方嗰個 subscribe 紅色按鈕，仲要記得撳埋旁邊嗰個小核，將佢校到最響嘅全部通知。記住，呢個世界上冇偶然嘅相遇，只有必然嘅因果。下集我會同你講點解 Marcus 呢個名暗藏住一個足以撼動整個娛樂圈嘅五行密碼，同埋謝賢呢個舉動究竟係為咗保邊個嘅命數？你唔訂閱你就錯過咗一個改運嘅機會噶啦！快啲拱掣，我哋一陣間揭曉。好啦，既然大家咁聽話，笨咗訂閱，大師我就既然承諾同你哋揭開呢個億萬遺產信託嘅驚世內幕。你諗下，謝賢係咩人？佢係縱橫香港娛樂圈超過半世紀嘅四哥，佢食鹽多過你食米，佢睇盡幾多豪門爭產，搞到屋企散晒嘅慘劇，佢點會唔知一個家族最忌嘅就係分你我啊？
根據娛樂圈最頂級嘅財經消息人士流出嘅風聲，謝賢喺處理自己嗰份數以億計嘅遺產信託嗰陣，佢唔係淨係寫俾 Lucas 同 Quintus 呢兩個親孫仔㗎，佢老人家開到聲，特別叮嚀律師團隊要將柏芝列為首要監護人，最重要嘅係成個信託基金嘅收益係要用嚟照顧所有跟住柏芝生活嘅子女。呢句說話咩意思？即係話 Marcus 呢位2018年先出世，名義上同謝家冇血緣關係嘅三王子，佢條數係同 Luca Quintus 睇齊㗎。你話係咪離奇過小說先？一個老人家點解會咁大方？點解會願意將自己打拼咗大半生嘅血汗錢分俾一個外姓人？呢度就牽涉到我成日同啲豪門客講嘅一個玄學中嘅概念，叫做大愛護本，陰德連環。大家明唔明咩叫陰德？陰德就係你做咗好事，但係唔好周圍唱，呢股氣會積聚喺你嘅祖墳、你嘅家宅，甚至你嘅子孫後代嘅命盤入面。四哥謝賢呢個決定，表面上睇係殺底，但用我哋因果玄學嘅角度睇，佢係賺到笑啊！點解咁講？因為佢深明一個道理，一個家庭要興旺，最忌就係分別心。你話 Lucas 同 Quintus 係我謝家嘅種 ，Marcus 唔係，所以淨係攝兩個。如果咁樣做，你估 Lucas 同 Quintus 大個咗會點？佢哋會覺得自己同細佬唔同，會覺得媽媽將柏芝受委屈，兄弟之間就會有一條裂痕。呢條裂痕喺風水上叫做青龍白虎相爭，係會破財敗家噶。四哥呢位老人家，佢嘅面上你睇下，耳珠夠厚，人中心長，係一個極度通透嘅人。佢知道只要 Marcus 係跟住兩個哥哥一齊食、一齊住、一齊讀書、一齊玩，佢就係謝家環境入面浸大嘅細路，正所謂一鑊飯養百樣人。但係同一鑊飯養大嘅三個細路，佢哋嘅兄弟情就係鐵三角四哥用呢筆錢買嘅唔係一個孫仔嘅名分，而係買緊謝家未來三代嘅和銀慈祥。呢種做法就係最頂級嘅風水佈局。佢將自己嘅財富轉化為保護三個細路嘅金鐘罩，無論 Marcus 嘅生父係邊個。呢個細路將來發達咗成功咗，佢感恩嘅唔止係張柏芝，仲會感恩呢位謝爺爺，呢啲就叫做陰德連環。佢老人家將來百年歸老，收到嘅唔止係自己親孫嘅香火，仲多咗一份兒孫嘅福報。呢鋪數四哥點解都贏到開行啊？講到呢度，我好想問下你哋各位觀眾，你哋摸住自己個良心代入四哥嘅處境，如果換作係你個前媳婦面到大，你兩個親生孫仔，後來佢又同另一個男人生咗第三個細路，但係呢個前媳婦依然含辛茹苦，將三細路面到行得企得。你手揸個億身家，你願唔願意將份遺產分一份俾呢個名義上同你冇血緣嘅小孫子？你覺得四哥呢種愛屋及烏嘅做法喺玄學上算唔算係最有大智慧嘅表現？你哋唔好齋睇，快啲碌落下面個留言區。寫低你嘅一或者二，你覺得一應該分，咁先係真正嘅大愛同風水格局，定係二唔應該分？血緣緊要過一切，要保住這家血脈。我好想睇下香港同台灣嘅觀眾，你哋嘅命理價值觀係點樣？快啲留言話我知，等大師我同你哋隔空批下八字。好啦，討論完四哥，我哋自然要將個鏡頭轉向呢個風暴嘅中心人物謝霆鋒。好多人都話大師，謝霆詞條氣點會順啊？佢性格咁火爆，連佢老係都話要分錢俾個疑似唔係謝家嘅細路，佢會唔會反面噶？如果你咁樣諗，你就真係太睇小呢位謝家公子嘅命格啦。大家記唔記得霆鋒幾年前接受傳媒專訪嗰陣講過一句說話？佢話我跟柏芝嘅關係很好，他是個很負責任的咁媽媽。呢句說話一字咁淺，但係入面嘅玄機深過海底啊！佢冇否認過柏芝嘅為人，亦都從來冇喺公開場合同柏芝面阻阻。呢啲就係謝霆命格入面最關鍵嘅密碼。霆鋒係咩命？佢係庚金命帶七煞呢種命格嘅人，你睇佢表面好酷，好有性格，成日黑口黑面咁，但其實佢哋係刀子嘴豆腐心嘅表表者。呢種庚金帶煞嘅人極度重視情義兩個字，佢可以同你拗頸，可以同你鬥氣，但係當佢知道你有困難或者關乎到佢身邊人嘅福祉，佢係會口硬心軟到一個點。對於 Marcus 呢個細路，霆鋒由頭到尾都冇講過一句惡言，甚至據聞佢私下對呢個細路嘅照顧係好細心噶。你諗下，霆鋒自己都係單親家庭長大，佢點會唔明一個細路冇咗父愛嘅感覺？
加上佢眼見自己兩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同呢個細佬 Marcus 玩得咁開心，作為一個的草耳，佢點會忍心去拆散呢種兄弟情？佢好清楚自己老後謝賢呢步棋係行得好啱佢嘅默許同支持，唔單止係為咗張柏芝，更加係為咗自己兩個親生仔嘅心理健康。如果佢反對 Lucas 同 Quintus 大個咗會點諗？佢哋會覺得爸爸係一個小氣嘅人。呢個裂痕就會影響謝家嘅家族風水局，所以話謝霆鋒雖然表面冇出聲，但佢嘅沉默就係最大嘅力量。佢嘅八字同張柏芝嘅命盤雖然做唔成夫妻，但係佢哋嘅子女宮係永遠相連嘅。庭明深知呢個道理，佢將呢份恩怨轉化為一種更高層次嘅支持。佢樂見老係嘅財富可以保障張柏芝成頭家，因為只要柏芝好，佢兩個仔就好；只要兩個仔好，佢謝庭苑嘅事業就更加冇後顧之憂。呢種三角關係喺玄學上叫做三合局，表面上係三個人，但係其實佢哋嘅氣場係互相補足，形成一個穩固嘅金三角。呢個局係因為四哥呢一筆遺產信託而變得更加圓滿。而家三個細路，三個性格，三個生肖，仲要係同一個阿媽面流獨大，呢個組合本身就已經充滿戲劇性。你估呢三個仔圍住張柏芝，淨係為咗熱鬧咁簡單？錯啦！佢哋三個企喺張柏芝身邊，其實正正係形成咗一個玄學上極其罕見、極其強勁嘅三子拱武暴富風水大局。呢個局到底有幾勁？點解張柏芝近年乜都唔使做，身家都可以越滾越大？佢呢三個仔嘅生肖同命格又點樣互補不足，將柏芝嘅財運推上另一個高峰？而喺呢個大局入面，邊個仔至係真正嘅財星轉世？你而家係咪好想知個答案？快啲撳埋你個屏幕側邊個分享掣，將呢條片 send 俾你嗰啲成日問你張柏芝第三個仔究竟邊個生嘅朋友，叫晒佢哋入嚟一齊睇，一齊學嘢。記住訂閱咗先係自己人，未訂閱嗰啲，你睇到呢度都應該心喐喐啦，快啲關掣，仲要昆埋個鐘仔。如果唔係馬上揭曉邊個仔最似財神嗰陣，你走寶，我真係幫你唔到噶。我哋馬上同你逐個拆，唔使急。最精彩嘅高潮而家先嚟到。頭先講到三個細路圍住張柏芝，形成咗一個三子拱武嘅風水大局。你哋係咪好想知呢個局點樣將柏芝嘅運勢推到冇風？嗱，而家就攞起你個羅庚，唔係。攞起你個腦同我一齊睇下呢三個王子嘅生肖密碼。Lucas 2007年出世屬豬亥水 ，Quintus 2001年出世屬虎人木 ，Marcus 2018年出世屬狗出土。你睇下呢個組合幾咁化學，水生木，即係 Lucas 一泥水，不停去灌溉 Quintus 呢棵木，等佢茁壯成長，跟住呢木克土。Quintus 呢棵木又去約束 Marcus 呢油土，令到個細佬唔會太過固執，唔會太過衝動。最後一環土制水 ，Marcus 呢流土又翻轉頭去制衡大佬 Lucas 嗰種慘爛嘅感情同情慫。呢三個生肖形成一個完美嘅循環，環環相扣，冇一個甩辣。呢種格局喺我哋玄學入面叫做三陽開泰，鼎立雙生。你再諗下，張柏芝自己屬咩？佢1986年出世，屬猴，辛金猴同豬係辛亥相害，猴同虎係人身相沖，猴同狗雖然叫做身巽相生，但都有少少刑克，聽落去好似好大鑊，錯晒。你以為呢啲沖克係害佢？大師話你知，呢啲沖克正正就係激發佢最大潛能嘅火藥引。如果佢三個仔全部同佢夾到不得了，人樣順風順水，張柏芝今日就唔會係呢個身家數以億計嘅女強人，而係一個軟蠻蠻乜都依賴人嘅少奶奶。就係因為有沖有克有激發，佢嘅命盤先會不斷轉動，好似個摩打咁推住佢向前衝。佢作為一個夏后姨，面對三個性格生肖完全唔同嘅仔，佢要學識點樣制水，點樣財木，點樣化土。呢個過程就將佢嘅母性光輝磨練到出神入化，越戰越勇。呢啲就係真正嘅壓力轉化為動力，係命理學上最高境界嘅用神得地。講完生肖大局，我哋一定要望真啲張柏芝自己張面口。你拎翻佢20年前嘅相出嚟睇下，嗰陣時嘅柏芝後生靚女，但係你睇佢塊面染骨高得嚟，冇乜肉包住，眼神凌厲，嘴角向下。呢種相喺舊陣時嘅相學入面，成日俾人話係卡夫相，話佢性格剛烈，婚姻難圓滿。但係你睇下佢而家嘅面相，
40幾歲人，塊面飽滿到好似鴉殼雞蛋咁，下巴位圓潤有肉，呢種相學上叫做地角方圓，主晚年腹作深厚。佢嘅眼神由當年嘅大殺變成而家嘅大游，充滿住一種歷盡風浪之後嘅淡然同堅定。呢種轉變就係因為佢生完3個仔之後，成個人嘅生命重心完全改變晒。以前佢可能仲會諗要揾個男人依靠下，要有段童話式嘅愛情。但係生完 Marcus 之後，佢嘅面相進入咗一個全新嘅境界，叫做骨肉相停。咩叫骨肉相停？即係話佢嘅骨氣同肉感達到咗一個完美嘅平衡，佢唔再需要靠一段婚姻去證明自己嘅價值。佢嘅安全感嚟自佢3個仔，嚟自佢自己一手一腳建立嘅王國。呢種自我圓滿嘅福氣，比起嫁入豪門嗰種虛無雲誌嘅風光，係高出幾十班㗎。佢塊面寫到明，佢嘅晚年唔止係有錢，仲係有尊嚴、有自由、有愛，呢啲就係一個女人最靚嘅風水。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大師，咁四哥嗰筆遺產喺呢個大局入面又算係咩角色？我話你知，四哥啲錢係一個好重要嘅催化劑，但絕對唔係主菜，就好似煲湯咁。你話啲鹽重唔重要？重要，但如果你冇個煲靚材料，淨係俾包鹽你都煲唔出一碗靚湯出嚟。四哥嘅遺產信託就係嗰少少鹽，佢令到成件事更加美味。但係真正資產張柏芝晚年暴富同地位嘅，係佢自身嗰種打不死嘅母性光輝同堅韌性格。你睇佢呢幾年，有冇因為有筆信託基金喺度就拋喺度爛世界？佢繼續拍嘢，繼續接廣告，繼續賣到仔，繼續 keep 住自己個狀態。佢冇將自己嘅命運交俾任何人，包括謝家。佢將4個男人3個仔加一個老爺，對佢嘅好全部轉化為自己向前行嘅動力。呢啲就係真正嘅豪門風水大局，唔係教你點樣嫁入豪門，而係教你點樣將自己變成一個豪門。所以話各位觀眾，尤其係各位女性觀眾，你哋記住大師今日呢番說話。一個女人最好嘅風水，從來都唔係你嫁咗個點樣有錢嘅老公，而係你有冇能力靠你自己嘅愛、你自己嘅雙手、你自己嘅智慧，去將你身邊嘅人同物全部變成你嘅貴人。張柏芝用佢嘅半生經歷，由一個被全城嘲笑嘅失婚女人，變成今日呢個備受尊敬嘅最強單親媽媽。佢嘅面上、佢嘅命盤、佢嘅風水局，都係寫滿咗4個字：自強不息。呢個故事講到呢度暫時告一段落，但係豪門嘅風水輪流轉，永遠都有新嘅戲碼上演。你睇完呢條片，你覺得張柏芝呢鋪三子拱舞嘅局係咪勁過晒所有豪門爭產嘅大龍鳳？如果你覺得我蘇文峰唔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嘅玄學拆解切中你要害，幫你睇清楚呢場橫跨6年嘅豪門恩怨，讓你明白咗命運其實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嘅硬道理，咁你仲等咩？請你即刻用你隻手指用力篤落去熒幕下面嗰個 subscribe 訂閱按鈕，唔只要訂閱，仲要幫我加埋個鐘仔，點亮佢變做全部通知順手，俾個 like 我，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成日埋怨命運、埋怨老公、埋怨出身嘅朋友，等佢哋都睇下一個女人可以硬淨到咩程度。你嘅每一個訂閱、每一個 like、每一次 share， 都係我繼續同你哋揭秘下一集豪門風水大局嘅最大動力。下集我哋講邊個？講嗰啲明明係豪門新抱，但係生極都生唔到仔，俾奶奶嫌棄到面都綠埋嘅女星命盤。你想唔想知點樣用風水佈局幫自己扭轉乾坤？快啲訂閱咗先，我哋下一集再見。記住，世界風水輪流轉，最緊要你自己要企得穩。拜拜。